来为着代志参选这个议题，民进党甲民众党是隔空在搭嘴鼓。上主要是新竹市长林志坚要来选桃园市长，新竹市的副市长沈惠宏要来选新竹市长，讲两个人后个月就会请辞参选。这时候嘛，真有可能代表着民众党出来选市长的立委高虹安出面来炮轰，讲这个正副市长拢落跑了，应该互市民一个交代。林志坚进前较真隔离，今仔日出关的头一天，就当炮来回应着民众党，讲做贼的话掠贼，爱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，卖假成立的台北市。正副市长都不见，新竹市民变孤儿。新竹市长林志坚要转战桃园市，交予副市长沈惠宏接棒。民众党新竹市长在问人选立委高虹安，一直讲这个请辞参选的议题，等于伫家己的后壁点火。做贼喊抓贼，黄珊珊副市长要选举选台北市长，或者是赖香伶委员要选桃园市长，或者是未来高虹安委员是否要选新竹市市长，都应该要想到是否还要代职参选，不要寄生台北市，不要寄生国家的资源。林志坚较真出关头一天，就面对落跑市长这种敏感的话题，火气真大。甲规个民众党加上不拿不白黄珊珊拢骂过一轮，高虹安可能想袂到，伊点的火烧到黄珊珊，因为黄珊珊是身兼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上满意的人选。每一天谈选举，我真的不觉得这是这个国家需要的。选举有口水战啊，有时候那太没有逻辑了，就不用回应了。时常表达感受的郭文铁，即摆和黄珊珊拢无回应相片这个话题，毕竟有当时啊讲伤济，加讲加唔对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